呢個世界上有一種體質係好多人咧都非常之羨慕，但對佢嚟講呢，就係一件困擾好耐嘅難題。呢樣嘢就叫食極唔肥。大家好，我係 Eric。如果你係一個食極都唔肥，仲要練極咧都長唔到肌肉嘅瘦底呢，呢一條片就係為你而設。因為我想同你講一件事，瘦嘅人並唔係因為佢練唔大隻，而係因為你一路用錯方法。以前嘅我呢，係每日都去做運動，但做完之後呢，完全睇落係冇訓練嘅痕跡，啲手啊腳啊身體啊全部睇落非常之瘦。成日都會有人問我，其實你咁瘦，點解唔去做多啲運動啊？直到後來我開始學習營養，發現原來用適當嘅方法，身體可以慢慢長到肌肉。今日咧就想將呢一段嘅經驗整合出嚟同大家分享。由細到大咧，其實我都中意做唔同嘅運動，踢波啊、游水啊、滑浪風帆啊、跆拳道啊、泰拳啊，通通呢啲我都有玩過。但問題就係，我永遠都係最瘦嗰一個人。唔知你會明白嗰種感覺？明明覺得自己已經食咗好多嘢，但總係咧食幾啖就飽。明明已經覺得自己練咗好多噶啦，但你嘅胸啊、手臂啊，永遠咧都係扁扁地嘅。仲要你已經覺得自己好努力啦，但身體都好似冇俾任何回饋你。嗰陣時嘅我呢，其實真係有一個點，我覺得算啦，其實增肌都係冇乜希望嘅。因為嗰陣時嘅觀念就係，只要你練多啲、食多啲嘢，肌肉自然就有噶啦。咁點知呢？我唔單止練到冇效果，仲要越練越瘦。所以嗰陣時我都成日問自己，到底其實我天生就唔適合行增肌嘅路線呢？係咪一路繼續做落去都永遠唔會變大隻呢？直到一堂課咧改變咗個觀念，佢話瘦人想增肌唔係能力嘅問題，而係你身體吸收嘅問題。嗰刻我先突然醒覺，係，我覺得自己食咗好多嘢，但有冇可能其實我食嘅係吸收唔到，純粹變咗一個高級嘅大便排翻出去嘅呢？咁嗰時咧都開始系統啲咁去學習營養，嘗試將學到嘅知識咧用翻落自己身上面。我發現一般人睇落去體質弱呢，其實因為佢係胃口差，長唔到肌肉，就係因為你吸收差。當你嘅熱量食極都唔夠，好自然你身體唔會有多嘅營養俾你長肌肉，你就練極都練唔到大隻。所以瘦嘅人瘦嘅核心問題並唔係單單喺你嘅運動同訓練上面，更重要嘅就係你嘅身體到底 ready 未呢？神奇嘅係，當我開始調理自己嘅腸道吸收問題嘅時候，我發現第一，我自己嘅胃口變大咗；第二，做完重量訓練之後，個人咧都冇以前咁攰；第三，就係終於見到我嘅改變啦，我開始見到身體嘅肌肉線條生長出嚟啦。唔知你會唔會明白嗰種感覺？就係當你發現，一路好努力去做訓練，身體終於有啲變化嘅時候，嗰種感覺你真係要試過先知。因為對於嗰陣時嘅我嚟講，我會覺得呢樣嘢係呢輩子都冇辦法做得到。但原來瘦嘅人只要你揾啱方法，你係有得救㗎。而我總結咗過去呢段日子瘦人增肌失敗嘅原因，我將佢歸納咗為3點。第一就係瘦嘅人胃口細，食得唔多。其實真係嘅，瘦嘅人最大嘅困難並唔係我唔肯去食，而我根本都食唔落。我身邊有啲瘦嘅朋友都係咁覺得，即係明明我都好想食嘅，但總係食幾啖呢就已經飽咗。但事實就係，如果你想達至增肌嘅效果，你一定要比你平時消耗嘅熱量起碼要多20至30%。咁試問，如果我哋3餐都本身唔達標嘅，我哋仲邊有多餘嘅能量俾我哋身體去合成肌肉呢？所以呢個唔係你夠唔夠努力、意志力夠唔夠堅定嘅問題，而你本身個胃消化嘅能力係屬於你體質上嘅問題。第二就係吸收差。食完再多呢都唔長肌肉嘅。好多瘦人除啱講嘅第一種就係食唔落嘢，第二種就係明明已經食咗好多嘢，但都係長唔到肌肉。到底點解呢？其實呢，就係因為我哋嘅腸胃吸收唔到。唔知你咪嗰種食完就會覺得個胃成日脹住，或者你做完訓練之後好快又會覺得肚餓，甚至係你食完嘢已經好想去大便，啲嘢呢好似都冇喺你個腸道度停留過咁。呢一啲都有機會係你吸收差嘅表現。你試諗下，明明你食嘅嘢都已經唔多啦，仲要都冇乜嘢吸收得到，咁仲有啲咩剩呢？所以瘦嘅人另一個問題就係吸收差，導致你身體冇多餘嘅營養俾你去修復肌肉。第三呢，就係恢復慢。想增加肌肉嘅運動呢，離不開一定要做大重量嘅訓練。咁當你好努力去推完好重之後，破壞完你嘅肌肉纖維，你都冇材料俾身體修補，仲要修補得好慢，咁你生肌肉嘅速度呢，亦都趕唔上去分解嘅速度。更何況一個瘦底人，你天生就係少資源，你仲要修復得慢，結果呢，你就越練越瘦。所以你覺得自己練極都練唔大隻，係咪純粹課表嘅問題呢？有時呢，你可以諗下，會唔會係你嘅營養出問題呢？而我喺過去呢段時間呢，我都不斷將自己嘅認知去升級，不斷裝備自己同埋實踐落自己身上面。終於喺過去呢半年，我嘅肌肉量終於有突破性嘅大增長。過去呢段時間最大嘅突破點係啲咩呢？就係用咗呢3個法寶。瘦人想增肌嘅第一步並唔係要增加訓練量先，反而你要諗點樣令自己食得落。你要令自己嘅身體食得落之餘唔會反胃，唔
唔會胃脹氣，所以嗰陣時咧我就加咗呢一個。呢個咧就係紐崔萊嘅植物性蛋白質粉。對我嚟講咧，我最中意嘅就係佢100%嘅吸收，因為瘦嘅人咧本身你消化嘅能力已經好差噶啦，咁但係咧佢係一個氨基酸嘅形式，換言之，就算你個胃再差都好啦，佢都唔需要你消化，可以直接吸收俾你身體去利用。對於我哋呢一啲腸胃能力好弱嘅人嚟講呢，佢就已經係一個原材料，可以幫助你身體直接去做修復。平時咧就會中意喺早餐度加多一殼落去，令我早餐嘅蛋白質量更加之豐富。有時咧亦都會喺餐與餐之間就分兩殼去做一個蛋白質嘅加餐。咁有時三餐食唔夠蛋白質嘅，就喺餐與餐之間度加上去啦。當你俾足夠嘅材料你嘅胃，其實你個胃修補嘅時間係可以非常之快。而當你食得落嘢啦，你增肌嘅速度亦都會非常之快咁增長。而我用嘅第二個法寶呢，就係呢一樣嘢，增肌儀。因為瘦嘅人做訓練，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恢復得太慢。而增肌儀入面除咗有9種嘅必需氨基酸，入面呢亦都有埋 BCAA。呢一個呢，就係你做完訓練之後肌肉修復嘅關鍵材料。我自己呢，就每次做完訓練之後呢，都會飲一條，沖落去我杯水入面去飲。當我發現呢，加多咗呢一個習慣之後，每次訓練完第2日呢，就唔會覺得自己好攰，精神都會更加之飽滿，肌肉呢亦都冇咁疲累，唔會成日咩嘢都唔想做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喺訓練嘅期間去飲呢，除咗去增加你嘅運動表現，對於我嚟講呢，就係增加負重嘅強度。當你對肌肉嘅破壞更加之大嘅時候，加埋你有啱啱嘅蛋白質去做恢復，你身體嘅肌肉增長速度又會再快啲。所以瘦人要增肌，並唔係睇你要粗暴到自己去咩地步，而係你修復得夠唔夠快呢？仲有第3樣法寶，我諗好多朋友呢都唔會諗到佢，就係膠原蛋白肽。點解呢個小分子肽咁重要呢？因為啱啱講，我哋胃口又唔好，消化又唔好，吸收又唔好，而一個小分子肽就好似一個已經做好嘅家私，直接送去你屋企嘅地方，直接組裝，直接用得。而對於我哋瘦嘅人嚟講，佢係快速修復我哋嘅胃黏膜同埋腸道，咁就改善我哋嘅吸收能力之餘，仲可以令我哋更加容易食得落嘢。而我都係飲咗佢之後，就真係明顯覺得我自己嘅身體吸收能力亦都強咗。當然啦，附帶嘅作用就係我哋嘅皮膚都會再靚咗。有啲人覺得做 gym 嘅人啲皮膚都好核突，其實有時咧就係你嘅營養未跟得上。所以呢一個對我嚟講呢，佢係一個改善你吸收能力非常之好、非常之方便嘅產品。咁嚟到呢，我哋早餐嘅時間，咁呢個環節呢，都想同大家分享下，到底我呢個3寶點樣喺我日常生活之中去套用。咁首先呢，當然係要食個好嘅早餐啦。其實呢，我以前嘅早餐好多時就係食2塊嘅麵包，再加啲嘅飲品，咁就已經係一餐啦。咁你可以完全想象得到，本身咧一個瘦人食嘅嘢已經唔多。第二呢啲食物咧，基本上係冇乜營養嘅。我哋講增肌最需要嘅蛋白質，其實你見麵包啊，或者係一啲包裝飲品，其實乜嘢都冇嘅，佢哋就係純粹碳水化合物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依家再諗翻，終於明白，其實當初一路增唔到肌，其實絕對係有原因嘅。咁我依家嘅早餐會點做咧？啱啱都講過啦，我哋瘦嘅人普遍我哋嘅消化吸收能力都比較低，咁所以朝早咧我就會飲一杯暖水先。咁呢一杯嘅暖水咧，其實作用就係喚醒我哋嘅腸道，等我哋為接住嚟要食嘅嘢啟動我哋嘅腸胃。咁跟住咧就係早餐嘅部分啦。咁我都同大家分享下到底嘅早餐配搭係點樣去做嘅咧。依家嘅我咧，其實咧就比較多係用水果為主，再加蛋白質。咁我哋早餐就會咁樣配搭啦。你會見到啦，有蘋果啦，有菠蘿啦，有提子，仲有隻雞蛋添嘅。咁但可能好多人都會好奇，有蘋果、提子都常見啲啦，點解會有菠蘿喺度嘅咧？咁其實就因為我哋嘅胃嘅消化功能唔係咁好，咁而菠蘿入面咧，其實佢有嘅活性酵素係非常之多，咁亦都係可以對於瘦人嚟講，可以幫助你身體去消化。咁所以我咧就通常喺早餐度都會加到菠蘿。咁而且當然加一隻雞蛋其實咧都 OK 嘅，因為一隻雞蛋咧就只係得7克嘅蛋白質。當然啦，有都好過冇嘅。咁但對於要增肌嘅人嚟講，其實遠遠唔足夠。咁所以咧，我除咗啲食物以外，我咧就會再加一個蛋白質嘅補充，就呢一個植物性嘅蛋白質粉啦。1殼嘅植物性蛋白質粉咧，就大概有8克嘅蛋白質，所以落2殼咧就有16克，加埋隻雞蛋咧，呢度咧就大概有23克嘅蛋白質。如果你需要增肌嘅話咧，最好咧你就食到你身體體重乘1.5倍嘅蛋白質量。咩意思咧？就係咧將你嘅體重乘以1.5 gram per kg。即係一個當60公斤嘅人為例，咁乘1.5咧，就一日要食90克嘅蛋白質。咁所以呢個蛋白質量23克對比起90克，就接近1/3嘅左右，咁算係一個勉強合格嘅早餐。但因為我依家咧體重高咗，就咁飲呢個蛋白粉咧就未必足夠嘅。
咁所以依家嘅我咧就會再升級，就飲呢一杯。可能咧你都睇唔明到底入面有啲咩。其實咧呢一個就係用 Healthy Mix 作為基礎，再加咗薑黃粉。因為薑黃粉其實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去健脾嘅，對於消化唔好嘅人又係好有幫助。因為就咁單單呢一杯咧，已經有25克嘅蛋白質，再加埋隻雞蛋，對於我嚟講咧，已經滿足到我一餐1/3嘅蛋白質需要啦。所以對於瘦人嚟講，飲呢個早餐嘅好處就係第一，我唔需要食咁多固體嘅食物，即係如果你要個早餐去食個牛扒、食個雞扒，即係第一你要去煮咧係非常困難嘅一件事。第二，朝早嘅時候，我哋嘅消化功能未係咁好，胃酸分泌未係咁多，要食咁多肉嘅話咧，其實都好難消化。咁所以基本上早餐飲呢一杯就非常之方便。第一，慳到你時間，第二咧佢好容易俾你身體消化吸收，再俾你身體利用去幫你去製造肌肉。咁呢個蛋白粉到底係點樣沖嘅咧？我哋水咧就可以準備250至300毫升，咁視乎你中意飲結啲定稀啲啦。然後咧就可以攞隻白色嘅殼，咁呢個一殼咧裝滿佢咧就大概有8克嘅蛋白質喺入面。然後咧就打開個蓋，喺入面咧得一殼出嚟，就可以直接加落去。咁想蛋白質再豐富啲嘅，就可以加多一殼。加晒落去之後咧，咁你就熬勻佢。我自己咧就中意係咁樣左右搖嘅，因為咧上下搖嘅話咧，你就好容易戳到佢會一嚿嚿。咁樣搖咧，佢就會變得好順滑啦。咁而咧呢一個蛋白粉嘅味道咧，就好似一啲無糖豆漿咁樣。如果會飲牛奶嘅，就將佢替換咗。飲豆漿嘅，亦都係用呢個植物性嘅蛋白質粉替代佢。因為呢個植物蛋白粉嘅好處就係第一，佢有齊晒9種嘅必需氨基酸。你齊晒所有必需氨基酸，你身體去製造肌肉。第二咧，佢就係一個100%嘅吸收率，基本上就唔需要你身體去消化，直接俾你吸收去用。仲有第三就係因為佢係植物性嘅蛋白質。一般嚟講，動物性嘅蛋白質都容易啲去用食物攝取，咁但係食紅肉太多又會導致身體發炎。咁所以咧，用植物性嘅蛋白質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調和效果。最好咧，你一日食嘅蛋白質入面，一半係嚟自動物，一半係嚟自植物。咁因為植物難食到多啲啊嘛，咁所以你就可以用營養補充嘅方式啦。依家咧就嚟到我哋瞓覺之前嘅30分鐘。對於瘦嘅人嚟講，想增肌，瞓覺係你第2個嘅黃金窗口。因為咧喺我哋瞓覺時候，身體會釋放一種激素，就叫生長激素。對於小朋友嚟講，生長激素就係令佢變高；但對於成年人嚟講咧，生長激素就係令我哋身體去修復。咁生長激素最重要嘅一條材料就係蛋白質。咁對於你即將要瞓覺人嚟講，呢個時候你再去食個雞扒，再去食條魚，冇錯，其實係可以攞到蛋白質嘅。但第一，蛋白質消化都需要時間。第二就係你呢個時候食咁多嘢，你個胃基本上就冇得休息。咁所以咧喺呢個臨瞓前嘅30分鐘，呢一個膠原蛋白肽就能夠大派用場啦。咁呢個膠原蛋白肽咧就用咗一個雙體配方，從動植物呢度去提取出嚟嘅小分子肽，佢能夠做到極快俾我哋身體去吸收，而且佢入面亦都加多咗漢白菊，係個抗氧美顏嘅絕對神器。咁因為咧佢係一個小分子肽嘅形式，咁所以基本上喺條腸入面就已經可以直接吸收。咁有時咧，對於一啲係病咗嘅人嚟講，你要佢飲嘢食嘅，其實佢都好難有胃口嘅。咁呢個膠原蛋白肽咧，你就直接擺喺口度，其實佢已經係俾你身體開始吸收。咁所以臨瞓前咧，我就會加少少水，咁大約100毫升左右。因為臨瞓前飲太多水咧，你有時咧夜晚都會想去廁所。然之後咧，就將呢個膠原蛋白肽沖落去，然後熬勻佢。咁咧就已經飲得啦。我自己咧其實就幾中意呢陣味嘅。佢個味道咧會有啲似係啫喱粉嗰啲魚膠粉嘅味道。咁對我嚟講就非常容易入口。跟住咧就係你知道佢入到你身體有咩用。當你飲佢嘅時候，去到佢腸道嘅時候就即刻吸收。你嘅肌肉需要去增加嘅時候，佢就有材料直接送到去幫你去做合成。仲有啊，你嘅腸道黏膜、胃黏膜呢一啲比較薄弱嘅地方，同你消化功能唔好嘅地方，佢即刻有材料，佢即刻去修復。咁所以第二日咧起身你會發現，自己個胃口好咗喎。食完嘢之後冇咁容易滯住喎。咁證明你已經俾足夠嘅材料身體去修復自己啦。Cheers！ 最後，如果瘦人你想增肌嘅話，你一定要做嘅就係大重量嘅訓練。因為咧，我哋做訓練嘅時候，先至係俾信號身體知道呢啲肌肉需要材料。其後，當我哋再用營養補充嘅時候，身體因為已經有信號喺前提啦，咁我哋就會將啲材料運送去幫你去合成肌肉。咁當你去做訓練嘅時候，第一你想追求嘅係你嘅運動表現更好，即係你能夠舉起更大嘅重量。當你舉起多啲嘅重量嘅時候，你嘅肌肉纖維破壞程度更高，
但破壞唔係一件壞嘅事嚟嘅，而你俾身體有信號，佢去做修復。而每次當身體去修復嘅時候，佢都會比之前更加之強壯。咁所以我哋除咗做運動破壞我哋肌肉纖維，如果你破壞咗，你冇俾材料去修理咧，呢一個先係問題。咁我平時訓練到底會點樣做嘅咧？我就會斟一杯水，大約咧係300至400毫升，然後咧就再攞1至2條嘅增肌儀可以倒落去。咁喺做運動嘅過程，因為佢齊晒9種必需氨基酸，仲有咧佢跟埋 BCAA， 咁所以對於我哋做運動嘅時候，佢嘅強度更加容易加上去。第二咧就係運動完之後，佢仲可以咧有材料幫我哋去修復我哋嘅身體，幫我哋去製造肌肉。咁所以呢個增肌儀對我嚟講，就係一個做 gym 必備嘅好拍檔。最後我都想送一句說話俾所有瘦底朋友：你並唔係天生練唔到大隻，只不過係你身體未準備好。當你願意由底層邏輯去搞起，搞掂好自己嘅胃口，搞掂好你消化嘅能力，搞掂你恢復嘅能力，你發現跟住呢3步去走，你嘅身體可以好唔同。如果你都想睇多啲到底一個瘦嘅人可以點樣增肌，或者係點樣可以透過營養去改善一個人嘅體質，留個 emoji 俾力，咁我哋就會知道到底你哋中意睇啲咩內容啦。記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呢條片俾你身邊嗰個一路想增肌嘅朋友，話俾佢聽其實係有方法嘅。亦都歡迎你留言俾我哋知道有更多 idea 可以拍啱你睇嘅片。好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